台湾化学纤维彰化厂已经关起6档了，伊嘛拍官司要求国家赔偿。法院一审是判彰化县政府得爱赔台化4亿7千万哦。在地民众是认为真无道理，今仔嘛来台北抗议。雾雾的天顶透染酸酸臭臭的气味，袂少彰化人对故乡有即款的记忆。台化彰化厂虽然已经关6档啊，毋过即马煞徛空讲当初是政府无放即照，互因不得已收起来，所以拍官司要甲政府提补偿。彰化环境保护联盟讲，台化是刁工的。台化是故意让许可证卡关，台化是故意用这种方式处理，让彰化县环保局成为代罪羔羊、替死鬼。关厂的理由，他就是用彰化县环保局让他关厂。官司继续咧拍，法院一审判决，讲彰化县政府爱赔台化4亿7千万。议员讲真无道理，因为台化会当关厂，应该爱甲看作是一个停损点。我认为这个应该叫一个停损啊，是台化自行的停损。可是却借由判决的方式、诉愿方式，要来要求彰化县政府赔偿4.7亿的这个天价。我们彰化市民会开始关注你的诉讼怎么打，然后我很恳求，拜托我们的法官跟检察官要明察秋毫，真正的守护人民的健康。他赚了钱，然后他自己关厂，还要叫我们赔钱给他。我觉得合理吗？伫彰化运作50档的台化，6档前收起来。地方统计讲，空气当中的 PM2.5确实有减少。认为既然代志为好的方向去发展，台化就无应该伫这个时阵提出要政府来补偿。撤回国赔诉讼，撤回国赔诉讼，善尽企业责任，善尽企业责任。针对彰化环保联盟的讲法，台化彰化厂表示无要做回应。记者麦尚英派文台北报道。